每当客家国为高反去打仗，一场离别的戏码总是在所难免。怀旧啦。乃没我兄弟可以啊！但有个地方竟然可以让汉宁不用跟老婆小孩分开，全家一起搬过去。黑玫瑰，给就黑哈比。夏威夷，太平洋中间远得要命的群岛，在1778年被库克船长一个不小心发现之后，这 level up 成为了商船横越大洋的中继站。岛上适合种甘蔗的气候，从19世纪初开始就吸引了一些华人前来熬蔗糖做贸易，上年一村豆豆一钱。不过，一直要到1850年代，白人的甘蔗园越来越扩大之后，才让数以万计的华人以契约劳工的身份陆续来到夏威夷。这其中当然少不了咱们刻苦耐劳的客家国。同时，外国朋友也注意到了没有残着，在田里努力工作的客家妹们。加上夏威夷政府一直都欢迎华人女性的移民，有些客家家庭就携家带眷踏上了旅程，一起到甘蔗园工作，让这段夏威夷的客家移民史少了点离别，多了点温馨。而且，夏威夷政府也鼓励新移民们和本地的女孩结婚，让单身的客家阿公们不只可以找到自己的另一半，还能得到成家立业的土地。但幸福来得太突然了。夏威夷的第一位华人首富陈芳，就是在跟贵族结婚后，让他的事业更蒸蒸日上啊。不管是男露露嫩嫩，很多来到夏威夷的汉尼，都是原本在广东的教会里一起哈利路亚的基督徒。他们会被分派到同样的农场工作，在那里成立客家高飞、唐客发拱头，让教会组织成为了夏威夷客家团体的重要特色。但是甘蔗园的工作还是非常辛苦的啊，劳心劳力，口口又少，所以大部分的人在合约期满后，就算是拜托亲朋好友，也要想办法到城镇里找个新工作。而为了他们在夏威夷长大的下一代，教会和华人组织也开始成立华侨学校，起家给3年的起家高，让他们在未来可以往专业的工作发展。此外，有些汉宁更是用自己的力量来帮助整个华人群体。来自梅县的富商古金辉，为了让年老贫困的华人也有医生看，二话不说成立了夏威夷第一家华人医院。而第一位女西医江地香，则和她的丈夫一起创办了中文学校和报纸。在银行工作的2代移民叶桂芳，更是推动了夏威夷大学的成立。客家人的精神就像小说《夏威夷》里的客家嘅阿梅一样，一生努力，期待着让孩子、让华人在夏威夷有个更好的未来。随着越来越多华人到城镇发展，加上1898年夏威夷变成美国的领土后，排华法案带来的影响，日本人和其他亚洲移民成为了甘蔗园的主力，让今天的夏威夷有着比白人还要多的亚洲人，大家一起 happy 的和谐生活，就会 happy 你跟你的。而或许有一天，在世界的每个角落，人们也都可以像拥抱夏威夷的阳光大海一样，成为彼此的好朋友。